为着要伫2050年做到零碳排，政府补助环保的交通运具。台北市的大都会客运最近就买15台的电动公车，嘛说全台湾头一座室内电动公车的充电站嘛强调讲上新的充电站有 AI 人工智慧的安全监控哦。若是讲有倒货风险，系统伫5秒钟内就来发出警报。全新的电动公车一台搁一台整齐摆伫咧室内停车场。这是大都会客运新买的电动公车，电池充饱电，敢若需要2点钟，充一届搁会当驶200公里远。15台电动公车会伫2条路线提供服务，其中612路是要驶阳明山、兴义路、温泉迄条路。驾驶讲，就算要爬架嘛，完全无问题。斜坡做测试的时候，它几乎可以在停顿的状态之下，你刹车放掉。车子都不会往后滑，然后你在加速的时候，车子直接就上去了。大都会打造全台头一座室内公车充电场站，计共有7个充电条，每一条拢会当同时互2台车做伙充电。针对过去捌有电动公车倒火，每一个充电条边仔拢有放拍火管，阁有装烟火侦测同步系统，会当伫短时间内侦测到火或者是烟，随做出应对。它只要1到5秒的侦测时间，它就可以做一个主动式的连接，做一个黄金时刻的反应。为着配合政府2050净零政策，大都会客运买15台超过1000万的电动公车，中央除了补助每一台车370万，针对载客数量甲里程阁另外有补助。不过业者认为，要甲石油的车全部换掉，恐惊也是需要一定的资金。中央补助其实现在是在递减。可是现在目前的情况，万物俱涨的情况之下，车辆并没有比较便宜。另外，伫台北都会区设充电场站，主要拢是靠台电供应。大都会董事长李柏文就表示，若要扩大电动公车的服务，也是着爱中央政府协助，核准更较大的用电需求。记者台北报道。